踢走專制，爭取自由，促進民主，改善民生，維護民權。辛亥8年華滄桑，主持麥業成、謝義方。好啦，咁啊，節目一開始咧就即係從來未試過咧咁人聲鼎沸嘅一個錄影室啦。咁啊，我哋咧今日有一個用啊，人多好大嘅題目要講啦。我喺 Facebook 度邊講啦，咁啊，即係今日會講泰北呢個地方啊。咁啊，究竟泰北嘅來源點來咧？咁我哋啦，咁我喺未介紹今日啲嘉賓之前咧，咁我先請阿錢兄啦，好似有啲嘢要宣傳下嘛。係講咗先。係講先。我就依個宣傳咧係有關香港史學會咧同埋長春社嘅一啲活動嚟嘅。咁咧就係因為最近嚟流行嘅就係講個通識教育啊嘛。咁咧就長春社咧同呢個香港史學會咧就搞咗一個咧係有關通識教育嘅一啲嘅活動啊。咁咧就係喺1月13號咧，就係喺呢個油麻地嘅梁顯利社區中心咧，就下晝6點15分開始咧，就分別咧係有3個專題講座咧，係有關通識教育入邊嘅專題研習，即係叫做 IES 呢一個嘅課題嘅。咁啊，長春社嗰邊咧就係邀請咗咧香港大學啦，同埋咧就即係同香港史學會啦，同埋咧係長春社本身嘅總監咧，都會咧係分別咧係主講相關嘅點樣做一個專題研習嘅一啲嘅內容嘅。咁啊，希望咧就即係有興趣嘅老師同埋咧係學生屆時咧出席。咁咧就到時候咧就喺呢個油麻地嘅梁顯利社區中心嗰度咧就會咧係即係舉辦嘅。咁啊就請大家咧就即係踴躍參與啊！多謝。好啦，咁啊嗱，介紹完呢啲宣傳短片啊，咁啊好啦，咁我哋先介紹下今日啲嘉賓啦。咁啊喺我嘅右手邊啊，最右手邊咧，咁啊何勝東，咁啊打個招呼先啊。咁啊第二位咧就係阿曾冠華，咁啊即係佢都係傳媒人嚟嘅。咁啊即係今日就都係用翻呢個華恩文教基金會嘅召集人嘅身份。係嘛？咁佢背後嗰個背景我唔噏啦，即係大家電視見到就見啦，見唔到就算啦。咁啊，阿錢兄啦，係嘛？我啦，咁啊，另外呢位咧就係馮雪萍啊，咁啊紅當當嘅啊，咁佢知道今日要上鏡，所以特登着紅色衫咧。咁啊，阿曹樹華老師，曹老師，咁啊麥兄啦，咁啊最單邊嘅左手邊最單邊嘅，咁啊李佩全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係主要講泰北呢個地方。嗱，咁我一開始咧，因為上兩集我先講啦，係嘛？從呢個金圓券，從呢個文物嘅大遷移，到呢個密運黃金去台灣，到呢個西南大撤退。咁啊，好應該咧，西南大撤退之後咧，就留咗一班人喺度。都西南大撤退咧，基本上因為沿海咧已經共產黨佔晒啦，廣東兩港都佔領。咁其實1949年嗰陣時咧，就蔣中正咧仲喺10月嗰陣時咧，就最後就喺成都咧飛台北。咁但係當時咧，佢組織咧就要喺西南就打個會戰嘅，所以成都大會戰同共產黨。咁結果梗係輸咗啦，因為最主要因為雲南龍雲嘅省長將軍咧有叛變啦，咁有林文輝啊四川軍閥有叛變啦，咁所以於是乎就凄涼啦，有班部隊幾廿萬嘅，咁97師啊！ 97師咁啊啦，李尼將軍啊，我哋之前有一集提過李尼將軍啦，係嘛？93師，93師啊，咁93師咧就奉命咧呢位就李尼將軍，奉命咧就留守喺呢個雲南，組織一個叫做雲南反共救國軍。好啦，咁至於到後來點解會發展到又話泰北孤軍，又話三軍五軍，後來即係又做到今時今日啊！即係我起咗個題目叫做泰北的昨天、今天、明天啊！咁我哋咧，咁我哋請一請邊位可以講講咧？即係前一段我哋孤軍喺緬甸時候嗰段歷史咧。我諗或者我補充下啦，就其實響1949年到1950年嗰陣時候，整個中國大陸咧已經陷於一個好紛亂啦。咁其實中國大陸呢個
變色之前呢，就最主要就係雲南省主席阿盧漢要接頭功。咁於是呢，就形成咗呢，當時呢，整個雲南呢已經係失去咗方寸嘅。咁其實由最後呢，即係國軍部隊都節節敗退啦。咁第八軍嘅23師709嘅團長啊，李國輝嗰陣時候呢，就率領剩翻呢大概係1000人左右，就係響呢個雲南係撤退去到呢一個滇緬邊界，即係同緬甸交界。咁當時呢，佢就渡過沿江，就去到呢一個緬甸嗰個國土度。後來其實佢就匯合咗呢另外一個部隊叫做譚中，嗰度大概係800幾人啫。所以佢哋兩班人匯合咗之後呢，於是呢就過咗去呢一個響緬甸嗰啲荒蕪嘅地帶、蠻荒地帶喺度呢，嗰啲叢林啦，就建立起一個叫做反共基地。好似嗰時仲有一個雲南反共大學添喎，去到嗰度仲係咪？其實佢係呢個呢係響第二年啦，響第二年啦。咁因為佢哋呢去到嗰個地方之後呢，咁就後來呢個李彌將軍佢哋開始呢，就知道有一班咁嘅人喺度。咁其實嗰陣時候最大嘅國際嘅形勢變化呢，就係因為1950年韓戰爆發，6月就爆韓戰啦，係啦。韓戰爆發咗之後呢，就形成咗呢，當時呢就退守去到台灣嘅中華民國政府，同埋呢一班我哋稱為游擊隊呢，呢個孤軍呢，就開始備受呢個國際呢係稍為關注，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佢哋呢就開始呢有人即係特別係美軍方面呢開始俾啲支援。係因為當時美國覺得呢班友即係鎮守呢個中國嘅西南邊，都可能收集到一啲中共嘅情報啦。因為當時即係中共有參與呢個韓戰啦，係嘛？咁所以即係都希望呢喺嗰度建立一啲收集嘅情報站啊。咁啊喺嗰度咧就諗住即係可以幫助孤軍喺嗰度即係可以生存到啊咁啊！因為其實嗰陣時話1949嗰陣時咧要撤退啦，其實當時蔣介石咧都同大家講，喂，我哋3年反攻㗎啦，係，即係講埋3年。咁啊當時喺西南都希望西南大軍啦，咁啊如果撤退嗰陣時係組織啦，咁啊當時廣東都係咁啦，甚至去到台灣都係咁㗎，都諗住係3年反攻嘅。咁啊啱啱咁你1950年3月咧，佢又復行視事啦喺台北。咁啊6月正好爆發韓戰，咁韓戰跟住美國就即係都介入咗啦，介入覺得台灣好喎，不陳武難，不如就支持台灣啦。咁跟住有個西南有啲國軍部隊喎，咁咧就去支援佢。咁但係其實嗰陣時講係支援啫，坦白講，因為嗰啲純山野嶺底下。咁而當時緬甸又好似就因為第世戰之後，佢哋啱就重新話立國啊嘛，不過英國殖民地又話立國啊，越南又話獨立啊，咁啊將佢所謂北越啦咁樣。咁啊泰國又本身係皇朝啊，俾日本仔打到7年8落，跟住又恢復翻啦，係咪？咁啊成個咁形勢咧，對國軍嚟講咧，即係嗰啲孤軍，坦白講，雖然話就有支援啊，其實真係冇乜支援俾佢。所以稱佢就孤軍咁。係咯，即係俾個名佢，我哋有支援俾你㗎，不過咧你哋軍係自己搞掂佢啊！嗱好啦，咁啊當時就喺呢個緬甸邊境嗰度就即係活動啦，係嘛？即係希望能夠即係配合蔣介石一聲令下反攻大陸，咁佢哋從西南去包抄啦。咁但係喂，你喺人哋嘅土地